骑机车民众上惊骑过林坎挂，拄到行无平，加上一旦落雨淹水，一无小心就容易出道。为了保障民众行路安全，台南市干务局已经修改道路污骨管理处置条例，要求各公线单位伫今年3月11号进前提报林坎挂，不管是换新在即，或者是用其他的工法，一定要有未骨的改善计划。对此，幕后台南目前成为全国唯一将未骨的林坎挂纳入法规管理的辖区。要求各管线单位，它必须在1年内，我们的新法实施1年内，它必须要提供它的它的改善计划。那根据这些的话，我们会要求他们逐步去做一个改善。毕竟我们的台南市的市区我们这些道路其实5000多公里那我们每一年的路政大概12000多件那其实人孔盖这部分占了我们的生活用，其实也是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上的一个我们要去注意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逐步的要求我们的人孔盖，即使我们在111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大概改善了12000多个距离我们当初我们设立的目标21000个，其实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不过我们预计在112年年底的时候，全部都可以去做一个完成那我们关于我们这人孔盖的部分，我们也今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检讨，就把这个微创工法跟这个新工法，我们把它并合交相运用让我们的管线单位有多样的选择。公线单位伫道路保留林坎挂，就是要有维修的必要性。目前台南市大约有405000座，不过就干务局统计，目前重要路口也无落地林坎挂，所防骨的标准超过50 VPN， 已经改善了12000多座，一步一步加强民众行安全。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